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97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我目標係玩創造空間。我好感恩，我好早起身，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快樂，好有型，好有動力，好有責任感，好有活力，好青春，好有耐性，好有幽默感。我感恩我好 happy， 好玩，好得戚，得戚，好啊！我攬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攬我，好感謝老公好認真同我一齊成長，好感謝我個爸爸媽媽都健康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認真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進步，一齊努力，同埋互相照應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愛。如果鍾意就嚟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